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万人引导日月潭的活动，确定要如期来举办。为着要做好着防疫，南投县政府要求所有的参加者至少拢爱准备2个喙罨，伫咧落水进前甲上岸了后，拢一定爱挂喙罨。主办单位会发防水袋啊，予参加者放喙罨。 万人永远渡日月潭，今年如期伫9月27日举办。为了防疫，县政府唔敢大意，嘛有相关的防疫措施。只要游客来到会场，甚至于上岸处，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。大会规定，选手爱准备2个喙罨，伫落水前甲上岸一定爱挂。 收水的时爱收伫防水袋内面，同时落实报名实名制，保持社交距离。码头只出不入，有开选手落水时间，上岸了后爱离开会场才去食物件。虽然大会做万全的准备，不过民众认为讲，其实无需要这费气。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了。怎么说？疫情没有很严峻。就是又不一定就是在陆地上才会被传染，就是大家游泳靠很近也会被传染。 目前总共有超过21000人报名，拢交予疫情指挥中心去处理。嘛呼吁第3礼拜内捌出国，也是捌进行检疫隔离的人，莫来参加这个活动。虽然民众拢感觉疫情无遐严重，不过大型活动群聚，也就是集体感染的风险较悬。主办单位甘愿加做一丝啊，唔惊一万，只惊万因。